幼稚園老師寫評語，看似簡單，其實處處踩雷。錯別字、語句不通順，人稱代詞混淆，甚至用詞不夠專業，一唔小心就影響家長觀感同小朋友嘅自信。老師要絞盡腦汁，將評語寫得溫暖又專業。校長或主任還要逐字逐句審核把關。這些重複性工作，往往耗費每週數小時。而家有更好嘅做法，為幼稚園量身打造嘅智能評語潤色平台，將正確、得體、有溫度一次做到位。老師只要輸入原始評語，等待2到3秒，系統就會自動輸出評語的評價結果，幫助老師了解評語在錯別字、人稱以及表達上等嘅問題，同時結合6大範疇嘅指引，提供潤色後的版本供參考。由此既可以提升教師評語質量，讓表達更準確、更有溫度，亦都可以大幅降低校長與主任負擔，讓審核更省時，管理更放心。平台目前已處理超過2000條評語，服務3所幼稚園，60位教師正在使用，深受信賴。讓 AI 賦能人，而唔係取代任何一個人。我哋相信技術應該服務於人，提升工作效率，釋放創造力。